大家好，我係期貨黑鬼。唔知大家訂閱咗我嘅 TG 廣播台和 Instagram 未呢？入面有好多教學和即時分析，記住訂閱啦！今日同大家睇返2025年4月07號恆指操作。因為特朗普的關稅影響，上星期五的美股超級大跌。今日恆指開市肯定會裂口低開，只係低開後會後反彈定繼續大插，所以耐心觀察，等開市後再決定。9點16分為21,148，立即大跌。9點17分最低見20,509，一分鐘已經600幾點波幅。耐心待9點30分開始。9點30分開市後曾反彈至21,000。之後幾支燭身都係200點上上落落，波幅較大，所以都係耐心等待。9點38分開始下跌，我部署會否做一個雙底反彈形態？如果係雙底就會做好倉，去到9點51分接近低位20,509附近。9點54分開始反彈。好大機會是一個雙底形態，所以決定做好倉，用低位再加50點做止蝕位。其後一直向上，最高見20,948。亦都到達38.2%，已經接近300點波幅，所以亦都set好止賺位。其後沒有太大變化，都是100多點上落。去到10點42分向上反彈，已經造成一頂低一頂，好大機會向上冇力，結果其後一直向下，再次去到低位附近，不過我就無再出手，因為已經有300點利潤。加上上落太快和波幅較大，保利潤為主，不再落場為妙。下午1點5後開始繼續向下，其後下午1點19分，2分鐘內一下抽升400點。如果沒有set好止蝕和止賺位，恐怕個市之後亦都再次回吐。繼續下跌，亦都跌穿20,000點，創逾27年來最大單日跌幅。大家最近操作要特別小心，注意風險。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，對你交易有幫助，
請俾 like 和分享俾朋友，謝謝。